喂喂。唔應該你喺呢度㗎，你熟啊嘛，喺邊度講啊？我哋非常係請到黃導師嚇嚟到我哋嘅黃市嚇，講呢個心經嚇，我哋非常難得嘅，所以呢，大家用最熱烈嘅掌聲表示歡迎。我哋嘅黃導師啊，係香港非常著名嘅雕佛所以呢，你哋有呢個因緣大家一定要珍惜，好嘛？好好學習，希望大家發氣充滿。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係，多謝繼承法師介紹。咁咧就我開始前咧，同大家講有啲嘅資料俾大家。有封信嚟俾法師喎，我知啲信有嚇。咁咧就首先咧就有一份筆記，我帶咗嚟嘅呢份。就有般若心經嘅第一份法師喎，法師未有喎，大乘法師未有心經呢啲心經嘅好咁咧就裏邊咧就好多珍貴嘅補充資料嘅，重嘅，俾大家睇睇。咁咧就係我講咗好多有用嘅。呢本書係繁體字版，如果你哋係我帶咗20幾30本嚟。如果你哋睇繁體字就攞我呢本，咁有本簡體字版嘅，簡體字版咧就攞本嚟睇睇。嗱，你哋可以攞定先㗎啦。咁簡體字版咧，如果你哋係有啲內地嚟嘅朋友咧，要睇簡體字呢本。呢本係中央文史出版社幫我出版嘅，同一本佢就講話，繁體簡體都有㗎啦，係嘛？點解咧？因為咧《心經》嘅內容係包括晒成個佛教。所以讀完《心經》，如果詳細講嘅時候咧，可以咧係講好多堂，成個佛學講晒。大小乘、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空有兩律、兩宗都講晒。當年我喺香港大學好多年前啦，成20幾年前香港大學佛學會講嗰陣時咧，錄咗咧嗰啲舊式嘅錄音帶7大學。咁叫咗我嗰陣時有個學友咧就送咗俾香港大學一個教授，化學系嘅叫潘宗剛。咁潘宗剛咧從來未接觸過佛學㗎，咁咧就聽到我錄音帶《心經》咧，就從此就開始學佛。咁即係我係佢啟蒙老師咁佢後嚟潘宗剛咧校長咧就攞住我呢個錄音帶咧，周圍去印俾人哋，即係複製嘅咁樣。佢就寫咗好多關於《心經》同管理學嗰啲咁嘅書，就唔係純粹佛學嘅。咁咧就係因為《心經》啟蒙佢，咁所以咧我一般咧平時講咧，如果係正式嘅佛學班咧，我就用呢本書佢話講話。但係因為呢度咧，即係我第一次喺澳門講，同埋諗住咧寺廟畢竟善信多啲啦。咁我咧就唔係好似當教學生咁用佛學班嚟開始，咁咧就要用借心經嚟帶大家入去咁咧其實裏面咧個內容睇晒呢度。咁所以我講到邊度嗰陣時咧，我就會話呢度啦，呢啲內容咧喺第幾章咁大家要翻去睇本書，好嘛？咁咧就好似個班咁就進度。咁平時大家亦都可以研討嘅，好嘛？咁今日印仲有另一張呢個咧，就係今日嘅大綱一張過嘅，大家攞咗未？嗱，我分六個題目㗎，呢張法師未有，法師未有，有啦嚇。呢張大家睇到，第一個咧叫《心經解題》，般若心經解題；第二個叫《觀自在菩薩與般若心經嘅關係》；第三個咧就係《般若心經》，從般若心經看空性與宇宙人生嘅關係。第四個咧，從四重義諦看心經嘅修觀次第，呢個修行㗎啦。點樣修觀？點樣打坐嗰嚟修觀？第五個咧就心經中嘅般若法門係諸佛之母，
乜嘢叫做諸佛之母咧？心經點解咁重要咧？第六嘅心經係大乘佛法嘅總持。咩係總持咧？總持即係總開關，精華所在所以呢個心經咧，佢又可以用嚟修行，又可以用嚟研究，係嘛？又可以嚟念誦，係非常之好嘅咁呢套資料，咁呢度仲有一本就真係有需要咧先攞。如果你冇需要咧，就唔好浪費。點解咧？有《能斷金剛經》，呢個係唐三藏玄奘法師翻譯嘅《金剛經》，佢同我哋平時念嗰一個版本係唔同嘅。咁咧另一本咧就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咁佢仲有叫係標點嘅新式標點。咁後邊咧仲附6個《金剛經》嘅譯本，7個心經嘅不同譯本，係嘛？但係講到譯本嗰陣時，大家就可以睇睇呢個。咁如果有興趣咧，呢本係好珍貴嘅，而家係要嚟念誦嘅。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完咗咧，可以請呢啲全部免費咁但係咧唔好浪費，免費嘅唔好浪費。咁另一個咧就係話有封信咧，就俾戒成法師嘅，就係關於呢張海報，就係咧我哋2016年喺香港咧會舉辦嘅慈中青年文化節。咁咧我哋好希望大家咧就書法或者畫畫嘅識得嘅嚟參加，係嘛？如果有興趣有錢俾㗎，係嘛？咁咧就唔係買斷你嘅畫添㗎，書畫你可以剪完之後帶翻走。咁咧就有個限制個範圍㗎，心經係其中一個範圍。咁有心經有唯識有菩薩戒嘅咁。咁大家咧我就請戒成法師幫我物色，即係由佢做澳門嘅團長定係代表團。到時咧四川有代表團，四川嘅離眾佛學院已經會嚟參加，佢哋包括會書法、畫畫同埋咧係講經交流。峨眉山佛學院咁同埋杭州嘅佛學院會有人有書法有畫畫。北京嘅中國社會科學院咁咧陝西省嘅書法家協會，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有人參加。咁台灣嘅法鼓山佛教學校都會有人參加嘅。咁深圳、廣州都會有啲人各地嘅書法家、畫家，青年嘅，即係唔超過55歲都係青年咁咧團長就冇唔限年齡，但係咧嗰啲參加嘅人咧以青年為主。咁香港咧就會提供地方去住嘅，係嘛？咁我哋訂緊地方，多數會喺柴灣嘅青年廣場，香港政府好靚嘅一個廣場。咁咧就有埋青年宿舍，係嘛？嗰度又可以有中餐廳食飯嗰啲冇問題嘅，係嘛？船費我哋都包埋，全部包晒，係嘛？咁咧仲如果你有書法同埋有畫咧，仲會俾翻錢嘅，最少2000蚊一幅字，或者3000蚊。如果字數多或者畫嘅咧，3000蚊港紙，亦都唔係買斷嚟嘅，係嘛？咁咧就如果大家有寫書法嘅，係嘛？即係又覺得自己寫得都唔錯嘅，咁可以諗下參加。咁向你哋向戒成法師咧就報名，係嘛？仲有1年時間，咁咧因為我6月你要做好，你最好早啲報名，因為我哋希望咧戒成法師今年年底，所以年頭咧就先俾啲名我哋先。我哋預下人數先，係咪先？因為要訂酒店訂地方，嗰啲地方好搶手，要預早訂㗎，唔係普通酒店。咁咧第二咧就係話咧6月份希望咧你影到幅相個作品出嚟，俾我哋睇睇幅相，用微信都得啦，電腦 send 過嚟都得啦。咁9月份咧要交貨，因為我哋仲要裝裱，係嘛？仲要後邊做好多功夫。咁2016年嘅3月，即係香港復活節時間暫定，復活節時間咧。咁咧就會展出，到時我哋會請好多政府嘅北京香港政府官員咧法師咁咧嚟主持，咁到時學成法師都會嚟參加揭幕嘅，幫我哋主持揭幕典禮。佢對澳門佛教界嘅領袖咁有香港佛教界嘅領袖、北京佛教界嘅領袖、台灣佛教界嘅領袖，係嘛嚟揭幕，咁係一個好盛大嘅青年活動。藏傳佛教搞過類似嘅。但係顯教咧仲未有，香港仲未有搞過呢類。我希望香港搞一次，好嘛？咁呢封信咧我簽咗名㗎再交俾法師。個內容有晒嘅咁講晒啲開場介紹啦。咁而家咧就開始講啦。
睇到個版啊，你明嘛？啊呢個版好好用。咁咧就首先咧解釋個經題，因為你講部經咧就繼續解經題。啲經題咧就係成部經咧嘅核心啊。咁但係大家要揀經題之前咧，就先講講個經係點嚟啊。個經呢個字啊，我有時因為而家喺中國內地廣辦書，大家都睇到嘛，後邊好多大學嘅合作教授。咁啊寫慣簡體字，而家仲多過繁體字啦。寫慣咗，而家希望大家睇得慣，睇唔慣你出聲啊！咁啊經咧係結集得翻嚟，係佛所説嘅，而係透過結集得翻嚟。點樣叫做結集咧？佛釋迦牟尼佛響成道之後啊，你睇唔睇先？我響成道之後咧，咁佢就開始説法。佢最早嘅咧就係對佢5個侍從叫5比丘，嗰5個侍從咧係佢爸爸鄭法王咧派去服侍佢，就跟佢響苦行林修苦行。咁後來咧釋迦牟尼佛咧就放棄咗苦行嘞喎，接受牧羊女嘅供養，牧女嘅供養，咁咧就飲咗啲奶補充體力。咁佢覺得純粹好苦嘅修行咧唔得。呢做修行人咧唔可以放縱快樂，但係亦都唔可以太苦，要合乎中道。咁補充咗體力之後咧，佢就喺菩提樹下靜坐，79日而悟道嘅。咁呢5個比丘咧就以為佢捱唔住苦，因為王子嘅身嬌肉貴，咁咧就離開苦行林啦咁嘅樣。咁咧就佢覺得咧佢都係唔修行啦。佢哋調翻轉咧，跟咗佢呢段時間咧，好中意修行，咁咧就自己走去修行。咁釋迦牟尼佛成咗佛之後咧，第一個要翻嚟度佢哋。佢隻歷史嘅記載咁，當然啦，其他嘅經有唔同嘅説法啦，話佢最早係對天人説法啦，嗰啲就係有啲宗教嘅神話色彩㗎。咁我哋純粹從歷史嘅資料睇咧，咁佢就翻去一個鹿野園嘅地方，為5個出家人咧就説法。咁咧就最先講嘅就係4聖諦。咁嘅樣，所以佛一生咧講經説法，但係有唔同嘅説法。一般嘅説法就係講經説法49年，咁南傳嘅佛教咧就係佢45年，總之就40幾年啦，最少都40幾年㗎啦。咁喺呢個説法嘅過程裏邊咧，佢當時咧係冇語言，係只有語言而冇文字嘅，即係而家冇字寫落。印度仲未有文字嗰陣時，中國一樣㗎，喺好古嘅時候係冇文字。即係仲未有字寫，但係未有字寫先有聲音，先講嘢。而家我哋廣東話裏邊廣東話有9個音嘅喎，全中國最多音嘅，好多係有聲冇字，寫唔出嘅。所以人話廣東話係最古老嘅一種語言嚟嘅之一嚟。咁咧所以咧淨係有語言就冇文字。咁仲係印度當時咧就冇統一嘅國語嘅。因為好多國家。嗰啲國家係點嚟嘅咧？全部啲武士打天下打翻，一個城主就係個國王，好似釋迦牟尼佛個國家叫迦毗羅衛國咧，即係小國嚟嘅，所以後來都俾人哋侵略吞併咗。咁咧有啲大國有啲小國就係靠武力，所以佢哋呢個階級叫做武士階級，叫做剎帝利。剎帝利即係武士，最高級嘅咧就叫做婆羅門啦。婆羅門咧，即係等於而家嘅印度教，古代咧就叫做婆羅門。點解咧？因為佢哋信仰呢個叫大梵天Brahman 咧就大梵天，即係佢哋嘅上帝。古代印度人嘅上帝，佢哋認為呢個世界係佢創造。咁所以呢啲信婆羅門嘅人咧就叫做 Brahmani。咁讀起上嚟咧就係譯到中文譯做婆羅門，即係信仰大梵天嘅人，即係好似信基督嘅人就叫基督徒咁解，咁信天主嘅人叫天主教徒咁解，信佛嘅人叫佛教徒咁嘅樣。佢信婆羅門呢個大梵天嘅人咧就叫做婆羅門咁嘅樣。咁咧古代咧就係婆羅門嘅信仰，釋迦牟尼生喺嗰度，所以最高階級係婆羅門喎。
反而唔係啲國王喎，因為佢哋直接可以同大梵天溝通，有咩嘢全部都要透過佢祈禱嘅。印度人嗰陣時，古代人就好迷信，佢乜都要占卜，乜都要決定咩大少少嘅事咧，都問過天神嘅。問過之後咧，佢叫做祭祀全部要祭祀祈禱，然之後咧先能夠決定嘢，國家大事更加。咁變咗咧呢啲祭司呢啲叫祭司等於就係無上權威佢即係等於代表上天講嘢好似古代嗰啲原始部落啲巫師咁，好犀利。咁所以呢個咧，婆羅門咧係最高嘅階級。第二個咧就叫剎帝利，有4種階級。剎帝利咧係啲貴族，啲貴族點嚟咧係打天下打翻嚟，係啲武士嚟嘅，係啲武士嚟嘅。咁所以呢個係剎帝利。釋迦牟尼佛係屬於剎帝利，佢唔係婆羅門，但係佢自細咧就熟讀婆羅門啲經書嘅，好精通嘅喎，好有學問嘅。咁所以佢咧出咗家之後，佢因為睇到人世間嘅生老病死，咁毅然出家去修道，咁當時出家咧喺印度嚟講咧就叫做沙門團沙門就好多種出家人嘅，好多唔同嘅教派嘅，即係唔係淨係佛教。各種各樣教派，因為到當時咧，婆羅門咧呢個教派咧就好腐敗、好腐化、好腐敗，咁咧就已經好多人開始唔信佢哋，唔信佢哋，因為佢咧好有錢㗎，同埋佢好多權力嘅，咁佢集中啲權力、集中啲錢咧，但係佢咧就唔係真係修道，咁所以咧好多群眾開始不滿婆羅門，咁有啲咧反對婆羅門嘅思想。同埋呢個大梵天呢個好似上帝咁呢個絕對嘅天神主宰一切咧，開始有啲人動搖，即係唔信。因為如果呢個天神一日決定一切嘅，點解呢個世界仲有咁多悲慘嘅嘢咧？點解啲人會受咁多苦咧？咁你明唔明啊？咁開始有人有反對嘅聲音，有反對嘅思想，有反動嘅思想對呢個婆羅門教嘅信仰。咁當時咧就要出現一種叫沙門團。沙門呢個就係梵文嚟嘅，意思咧就係出家修道嘅沙門。咁好多沙門團，即係各種唔同嘅教派都有嘅。咁咧佛教以外咧，我哋叫佢叫外道啦。而家我哋成日有個名詞叫外道呢個外道意思係佛教以外嘅修道人，本來就唔係話好有貶義嘅，你慢慢形成咧就覺得係啲外道真係唔正確嘅外道甚至咧，即係大家覺得佢係邪魔外道啦，即係外道其實咧原來咧都係好客氣嘅，就話係佛教以外嗰啲修行人，咁樣佢就唔係佛教嘅方法，佢未必完全正確，佢有啲嘢係嘛，但係都係修行嘅，咁呢叫沙門，好多有啲係專門修苦行嘅，喺個樹林裏邊倒吊自己又肚餓又好多日唔食飯等等各種修行方式都有。而家印度都有喎，有啲嗰啲瑜伽士都係，都間中有一啲人，佢唔係信佛嘅，但係佢哋咧係各種教派都有。咁經常講最高峰嗰陣時咧，有96種外道，又幾犀利，即係等於中國嘅諸子百家，係嘛？又即係唔係真係有100家，亦都未必真係96種，即係好多好多。咁而釋迦牟尼佛佢成道之後，佢學説佢提出佢嘅思想。佢呢個佛陀嘅教育之後咧，吸引好多人，因為佢最合理，最公平，而且最能夠解決人世間嘅苦惱，好快吸引好多人。咁但係好多外道咧唔服佢嘅喎，會嚟同佢辯論嘅喎。咁辯論咧，釋迦牟尼佛好樂意同佢哋討論。討論之後，佢令到佢說服咗佢之後，令到佢心悅誠服之後咧，印度咧係有規矩嘅，就係話你宗教與宗教之間嘅辯論好嚴格嘅。嚴格點樣咧？就係話咧，最嚴重嘅就係一般咧就話，如果你輸咗，你要接受對方嘅學説咧，你就要歸依佢，拜佢做師傅。你唔夠佢講，要拜佢做師傅，跟佢學習。如果咧你唔拜嗰陣時咧，嚴重啲咧，又要自己自殺嘅。即係話咧，我又唔肯歸依佢，但係我又輸咗就自殺。咁輕啲嘅就割脷割咗自己嘅舌頭，即係話我又唔再講自己嗰套嘢啦。咁樣。咁好嚴厲嘅，咁當然咧好多咧就即係對釋迦牟尼佛好佩服，咁於是乎咧就歸咗釋迦牟尼佛，跟咗佢，
最有名嘅咧就係迦葉呢兩個字咧，呢個葉字咧讀葉啊，迦葉嘅三兄弟三迦葉，佢哋咧係自己拜火教，原來全部歸咗釋迦牟尼，帶住成1000人歸依，好犀利個教團。咁呢啲咧就好有力量，即係你將啲其他教徒即係說服咗，一折服咗咧，你變咗佛教咧，咁個力量就好大。所以咧越嚟咧就名氣越大，好多人咧崇拜佢，遠道嚟求法，甚至有啲國王啊請釋迦牟尼佛去皇宮裏面説法，供養釋迦牟尼佛等等。咁但係當時咧就未有文字記載，全部都係口講。咁佢究竟用咩語言咧？正話我哋講到呢個問題。當時印度因為好多國家有大國有細國，咁所以呢啲國家本身嚟講咧係冇統一語言嘅，唔係好似中國咁而家有普通話。我哋普通話統一呢個其實好有用，因為地方面我自己同法師係福建，但係我哋閩南人，你叫我去到福州我都聽唔掂嗰啲話，係嘛？福州同莆田呢位又有少少出入，所以你話同一個省嘅語言都咁唔同。廣東都係，廣東嘅語言都有啲變化㗎，係咪？你潮州同廣州啲話都唔同㗎，咁所以咧，中國太大，語言太複雜太多，咁嘅時候咧，你冇個統一語言咧係好難溝通，仲不利於文化傳播，冇文字都係，咁所以咧，當時據說咧就係冇一個統一語言。咁釋迦牟尼佛咧，我哋北京大學有個好出名嘅國學大師，而家過咗身，叫做季羨林啊。芝山面呢個善係呢個善，應該係咁寫。季羨林呢個國學大師，同香港嘅饒宗頤教授咧並稱南饒北季，南有饒宗頤，就北有季羨林。咁而家剩翻饒老啦，饒公啦，佢考證啊，佢就話釋迦牟尼佛講嘅語言啊，應該係當時有一個好大嘅國家叫做摩羯陀國，呢個國家係恒河流域，響恒河流域一個好大嘅國家，響呢個國家裏面咧，一種語言方言，即係等於而家我哋廣東話，係嘛？或者上海話邊度話，即係一個好大嘅國家，佢嗰度流行嘅個地方方言，嗰種語言為主，嗰種語言點解咧？係多人，因為個國家影響力大。好多人學，或者要用佢做生意，所以好多人學識嗰種語言。咁你用嗰種語言嚟説法、嚟傳教咧、傳道咧，比較多人聽得懂。有咁嘅説法，但係咧就只有語言就未有文字。好，繼續睇會唔會太快講得？跟唔跟到如果唔得，你出聲都坐得好滿都。好啦。咁咧就咁後來幾時出現文字咧？大概佛涅槃之後開始一兩百年嗰啲文字陸續出現啦。最早出現嘅就係古代嘅就叫巴利文，叫做 Pali 咧呢種文字咧，而家就係流行於南傳佛教國家，即係邊度泰國、斯里蘭卡、緬甸嗰啲小乘佛經咧，主要就係巴利文。小乘佛經咧，我哋知道佛教裏面就係四阿含經，四阿含經，呢個阿含嘅意思咧，阿伽瑪咧，所以咧原裝法師叫咩阿笈摩，阿伽瑪，即係咧你意思翻譯中文即係傳來即係由聖人流傳落嚟嘅言教，就叫做阿含。阿笈，咁咧中國有四阿含，咁咧南傳佛教有四部係嘛？咁咧雜阿含經佢叫做相應部，長阿含經叫做長部，係嘛？中阿含經叫做中部，增一阿含經咧叫做增部，增一部咁嘅樣。咁咧全部有巴利文，就譯晒英文嘅已經，有一個叫菩提比都譯晒英文，日本人都譯晒就日文。咁好多年前咧，據說台灣咧有個字咧就譯咗做中文，譯得好唔好咧就唔知要對比過。咁咧呢個咧就係小乘佛教，所以而家小乘佛教先佛教經好少嘅，主要就係四阿含經，就有晒嘅，儲齊嘅而家。大乘佛教嘅梵文咧，
就更厚。所以我上2個月咧就去泰國清邁咧參加泰國一個佛教大學，啲校長、副校長咧上次都有嚟參加，佢副校長又嚟到，我見到佢台上，咁咧就嗰個咧學校咧嗰啲好多學者係出家人，佢哋全部識巴利。咁佢就批評我哋參加佢哋會，嗰次會用英文講嘢，就講佛教嘅生態學 ecology。咁我就用唯識嘅角度，我就由唯識角度，由儒家行派角度去睇佛教嘅人文生態學。因為我識些少梵文，咁佢就唔敢睇小我。但係有啲人佢唔識嘅咧，佢會批評佢，話你要學巴利文，佢唔係叫你學梵文，佢學巴利文，因為巴利文佢哋識啊嘛。佢哋咧就好自豪、好驕傲嘅，覺得我哋啲南傳出家人，我哋識巴利文，好驕傲。咁咧巴利文係早啲嘅，咁後來咧就梵文啦。梵文就係佛涅槃之後100-200年啦，右嘅時候，呢個就早少少。梵文嚴格嚟講咧係一種雅語嚟。咩叫雅語咧？即係寫得出，係好文雅嘅，係要嚟寫咪要嚟講。寫亦都係可以講，但係要嚟，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念唐詩宋詞係好文雅嘅。你平時講嘢唔可以句句都係念詩咁念㗎，你明啊？咁所以呢個係雅語嚟嘅，梵文叫做山樹。咁咧好多咧就寫啲貝葉經咁，一塊好似樹葉咁，係嘛？咁咧佢咧就4句一首頌，一首頌咧好似4句詩咁，咁樣。咁以前咧印度人咧解釋佛嘅經嗰啲菩薩嘅嗰啲論咧，好多係咁寫。佢用頌文嚟寫論嘅喎，論文咧用頌文寫嘅喎。佢咧濃縮晒喺啲頌裏面，有啲詩句裏面。咁後來咧有人再請佢詳細解釋咧，佢就會寫啲叫做長行啦，呢個叫做長行。長行即係散文咁樣。反為個頌咧論本身係用頌嘅體裁，即係論就係解釋，所以有經律論啦。咁我而家翻轉頭講啦。經係咩意思咧？經呢個字咧，原來咧就係 sutra，S-U-T-R-A， 中文咧亦做修多羅修多羅，呢個係舊譯。玄奘法師咧亦做素坦欖，玄奘法師嘅音係準啲，但係讀起來咧就會甩咳啲。sutra，而家現代人都發現 sutra， 咩意思咧？原來係自己啲花，嗰啲花串起嚟成個花環。我哋去泰國、去東南亞，你一落機有人接你咧，佢整個花環套上你嘅頸度，表示隆重歡迎你嘅貴賓。咁即係話咧，嗰啲花穿成個花環之後咧，可以莊嚴我哋嘅身體，係嘛？令到我哋個好莊嚴啦，貴賓啦。即係用美妙嘅文字串起嚟用佛講嘅嘢咧，可以莊嚴佛講嘅嘢。咁呢個就叫經。咁啱啱同中國個經緯嘅經咧，中國講經緯啊嘛，經緯都係橫啊直啊咁。我哋織布就係一橫一直一橫一直咁織出嚟噶嘛，有編織嘅意思，啱啱不謀而合。所以中國孔子係嘛，又叫係四書五經古代。咁呢個經字咧，中文咧就攞嚟呢個 sutra 呢個字，咁亦都係幾好嘅。經佛講嘅叫經，係嘛？唔係佛講嘅就唔可以隨便講經。咁有人話喎，咁六祖壇經咧係咪經啊？六祖壇經係壇經，佢都唔敢叫做經。壇經同經都係有啲差異，但係叫佢壇經都好尊重㗎，係嘛？因為你嚴格嚟講，佢唔係佛，六祖仲未係佛。係嘛？叫壇經嘢好抬得落到好高。壇經即係佢講説法嘅嗰啲記錄嚟嘅，即係其中即係開示咁解啫。即係六祖嘅開示就叫壇經，開壇講學啊嘛，係嘛？咁好啦，佛咧佢既然冇文字記錄，當時又冇錄音機，又更冇錄影機，唔使講啦，2500幾年前甚至有人話唔止2500幾年前，以中國嘅歷法講，可能成3000年前添。有兩派説法，而家世界佛教會咧就考證個公認就2500幾年，係嘛？咁但係中國係一套古老算法咧，佢話響周朝有記載開始咧，就成3000年都有。總之最少都2500、500、600年㗎啦。
咁嗰陣時未有文字，未有記錄，咁純粹係語言，咁點記低咧？就靠頭先講嘅結集。結集，呢個結集就係咩咧？呢個結集就係話發涅槃之後，咁咧大家係長老弟子，佢嘅信眾最多，因為佢帶好多人一齊歸依佛。佢年紀又大，修行又好苦行嘅，咁佢咧就趕嚟，後來先趕到，佢唔喺佛身邊，咁後來咧就召集呢個七葉窟呢個地方，七葉窟呢個地方咧就召集一個咧大會，就使500羅漢結集啦，所以我哋而家咧好多寺廟就起個500羅漢堂，就係咁嘅意思，就紀念呢次佛經能夠保存落嚟咧，就靠呢次大會，據說係嘛？咁呢500羅漢咧都係話有修行嘅人，即係修行到一定境界嘅就先叫羅漢啦，係咪？咁呢500羅漢結集咧，就主要係結集經同律，當時就未有論藏嘅，所以經律論就三藏啊嘛，三藏，所以以前啲法師叫三藏法師咧，就要精通經律論嘅。就好難嘅，唔係容易嘅，好似玄奘大師嗰啲就可以啦，經有人念誦出嚟，律有人誦出嚟，係嘛？咁論咧當時未有嘅，因為佛仲喺度，就未有人注解，佛親自解釋佢講啲嘢，咁你唔需要注解，咁經咧就佛嘅堂弟叫阿難堂弟佬，阿難尊者，佢係佛嘅侍者嚟嘅，大家知道咩叫侍者嘛？即係個老嘅出家人咧，個年青嘅出家人咧喺側邊陪住佢，即係做佢助手，做佢生活助理，用而家嚟講，照顧佢起居飲食做佢秘書做佢助手，甚至做埋護士添，做埋男護士添等等。咁呢個侍者咧就係照顧，沿途佢係同佢佛嘅親人喺堂弟，咁照跟佛出咗家後，佛釋迦族裏面個皇族咧，好多人出咗家，跟住佛出咗家，咁咧。佢咧就沿途照顧釋迦牟尼，響釋迦牟尼晚年，尤其是最後呢個行程嗰陣時咧，阿難係喺佢身邊。咁佢咧就聽，因為佢係成日跟佛一齊咧，就聽佛講好多經。咁佢最聽得多，係嘛？所以叫多聞第一啊！喺10大弟子裏邊咧，佢叫做多聞第一。聽經最多嘅就阿難尊者，多聞咁所以咧佢咧就。負責念出嚟，佢好有記性，又年青，修行又好，佢念誦嗰啲佛講嘅經，咁咧就話佛陀某個時候講過咩經，咁其他嗰499個羅漢咧就開會就審議佢講嘅嘢，睇佢記有冇記錯，係嘛？有記錯要修正佢，冇記錯大家反覆討論佢之後就通過，好民主嘅喎嗰陣時。通過之後，以後就大家定咗嚟。呢段咧就佛喺某一個時候喺邊度，針對某一個問題所説嘅法。咁大家又記住佢呢個就係定稿啦個內容。大家就靠咩記？靠腦記，好犀利。呢班全部羅漢嚟㗎嘛，記憶好好。但係最早嘅佛經一定係短嘅。點解？因為你靠記，你唔可能長，係嘛？所以最早嘅《阿含經》裏面嘅《雜阿含經》就係最短。後來咧就因為你講弘揚嗰陣時，你需要加啲解釋，太濃縮啲人聽唔明㗎，咁就會拉長少少啦。嗰個長度中間嘅就叫中阿，程度再長啲嘅就長阿，根據數目嚟編嘅就叫增一阿等等，咁就4阿含經就咁嚟，係嘛？所以慢慢拉長，慢慢拉長，慢慢拉長，到到有文字寫落嚟，你就可以越嚟越長。咁裏邊有好多咧係根據佛語嘅原意嘅解釋，係嘛？都是同佛講嘅。咁大家記住，因為如果譬如話600卷大般若經，你不可能當時抄記憶一字不認咁記落，好難。所以結集嘅過程係不斷結集，即係用現代説話講就編輯，不斷編輯。結集即係集合埋大家一齊討論之後有個結論出嚟，定案出嚟話呢個就係佛經。個標準天主教都係咁嘅喎。天主教以羅馬教廷個聖經嘅內容不斷修訂嘅喎，係嘛？以羅馬教廷教皇嗰個做標準嘅喎，嗰個佢權威嘅喎，
如果佢改咗之後咧，就經過個版本嘅喎，係咁樣樣啊。咁啊，呢個個結集非常之重要。咁但係亦都有個説法喎，就係話咧，嗰個七葉忽結集之後，仲有個忽外結集。個忽外結集咧就好多咧，係咧佛平時唔一定係對於出家弟子講嘅。點講咧？因為佛好多時咧，佛在真數，佢一樣需要去托缽嘅。啊，佢唔肯偷懶啊。咁咧，佢每次除非你話結下嗰陣時。啊，最早期咧，佛教嘅僧團咧係冇住喺寺廟嘅，啊，咁佢哋通常咧係住喺咩？就係住喺咧嗰啲郊外嘅樹林，或者係甚至墳場喺嗰度修行。咁每日咧就入城就討一次飯。咁討飯嗰陣時咧，就咧一定有中午之前咧要翻返去住嘅地方，就食完餐飯、洗完缽咧、洗完腳咧，就開始討論問題。所以佛唔係好似我哋咁㗎，今日定嘅題目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啊咁你哋嗱印埋筆記俾你，唔係咁嘅。佛係冇定題目嘅，就係話睇個弟子問乜嘢，所以個弟子咧好重要，叫做當機者。當機者啊，每一部經都係當機者，即係最主要佛對佢講嘢，因為佢有問題先。咁佛就針對個問題就問，咁有時會有其他嘅弟子加入，啊或者有時主要就係佢，有時討論一日，嗰個問題未討論完咧，再討論2日3日，啊1年半載都得嘅喎，好犀利嘅喎，嗰啲呢啲印度人好厲害嘅，好個思辨好強嘅，議論不絕嘅，係嘛？我曾經今日都仲印度呢種風氣，我曾經以前咧去新加坡。參加一個花旗銀行啊，一個培訓嘅課程，咁啊好多當時我仲喺花旗銀行，咁咧不同嘅同事用英文開會，你一印度人一開始講嘢你就冇機會講嘢，啊佢英文好到不得了，啲人有一批印度人好優秀，咁咧而且佢一路而且佢嗰啲邏輯啊，同埋講嘢咧，哇一路咁綿綿不斷嘅，你根本連鬼佬啊西人都插唔到嘴啊，唔好話我哋中國人。啊，所以印度人嗰啲議論好犀利啊，咁所以咧佢哋可以討論好耐。咁所以點解經嘅最後尾咧，通常咧佛講完之後咧就有弟子問啦，佢話就請教佛啦，你講咗咁多關於呢個問題，呢個問題屬於乜嘢法門咧？因為法門有部經，唔係淨係一部經教你某一種修行嘅方法啊嘛，啊某一種學習嘅方法、覺悟嘅方法啊嘛。咁佛就會講呢部咧就叫做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啦。呢個法門，咁佛講完之後就囑咐佢哋，你哋咧去弘揚呢個法門。你哋聽咗，你明白咗，你就要去弘揚咁樣。所以反而個經嘅名係最後先講，就唔會一開始嗰陣時話一時佛在舍衛國邊度，咁咧講某某經，佢唔會咁。個經咧係擺喺最後先講。啊，咁呢個係合乎事實嘅。啊，一件。咁結下安居嗰陣時就好啲，點解咧？因為到夏天雨季嗰陣時啊，印度你知熱帶地方，咁咧就落雨，好多雨水，咁咧雨水多你用咩啊？好容易有蚊蟲啊，好容易有傳染病。咁多出家人有時成1000人喺行過流域度去行乞，佢呢個行乞咧，佢係乞食啊，行乞。咁呢個行乞咧其實係一種咩啊？係一種傳教嘅方法嚟，叫做遊化。啊，所以點解我哋今日講人間佛教呢啲人間佛教，就係講翻釋迦牟尼佛，佢係喺人間裏面深入人間。佢係而家啲寺院就好啲啦 ，open 好多啦。以前啲寺院唔係嘅，以前古代有啲寺院好多係好封閉。而家你去到南傳佛教都係，出家人修行嘅地方你唔得去，係話好封閉。後來慢慢就有啲殿啊俾人哋拜下佛，又有時以前早期連嗰個都冇嘅，即係純粹住出家人嘅地方。其實嗰啲叫咩？僧房就係出家人居住嘅地方。咁你出家人點去擾亂佢咧？係咪？佢修道咁，所以冇傳教嘅地方。啊，以前有咗廟之後都係有啲寺院之後嚟。因為早期佛咧就唔住未有僧房之前咧，就住喺郊外，住喺樹林，住喺嗰個墳地度。咁佢哋點樣傳教咧？每日去討嗰頓飯啊，就係傳教。佢唔係白食嗰頓飯嘅。係嘛？當然佢又窮人又要去討，有錢人又要去討，佢唔可以專揀有錢人都會討。
係嘛？有時啲人咧食剩嗰啲冷飯殘羹，布施俾佢出街，佢都要咁。咁所以話點解佛在世間有三淨肉咁解？因為咧三淨肉就唔係為你殺嘅，你見唔到殺嗰啲殺生，你聽唔到殺生等等。咁原因就係話咧，嗰啲窮人嚟嘅，窮人咧佢食剩留翻嚟供養出家人已經好了不起嘅。咁你就唔好要求佢咁多，你仲要佢特別去買菜，買啲新鮮菜、有機菜嚟煮俾你，係嘛？根本佢冇咁嘅能力，所以佢食剩乜嘢就俾乜嘢你，咁你就攞翻嚟食，其實係冇揀擇呢種平等心嚟㗎，大家都明白。咁所以咧，呢個遊法就話，如果佢受完呢個飯嘅供養，擺喺個缽度之後咧，佢帶翻嚟嘅時候咧，佢咧要同佢説法，講道理。如果呢個家人嘅個水平好低，即係佢完全聽唔明嘅，咁你最少要祝福佢，係嘛？你供養出家人啊，有福啊，諸如此類咁講。如果咧佢聽得明，佢好多問題你要解答喎，你要答，當然你要趁中前講翻去啦。咁咧你要答佢問題，即係所以好多傳教咧係喺呢度傳。咁咧早期佛，尤其早期佛咧，佢可能好多時候咧，佢未必有個侍者陪住佢去討飯，係嘛？佢自己一人一戶去討飯。咁嘅時候，所以佢講落好多嘢啦。佢講落好多嘢，佢好似個民間流傳嘅嘢咧，出家佢未必係對出家人講翻同一番説話。點解咧？因為問題不同，回答不同關鍵就有啲好高級嘅知識分子，好高水平嘅人咧，佢問啲問題係唔同，係嘛？同埋佢站在家人角度去問，或站在學者嘅角度去問，站在貴族嘅角度去問，可能有唔同嘅問法。咁所以咧，所以就忽外結集兩題。即係有人話500羅漢結集嗰啲係小乘經，大乘經咧就忽外結集。甚至有人話係有文殊菩薩嗰個級數嘅人結集。如果唔係咧，不可能有大乘經、大乘經流出嚟。因為今日嘅南傳佛教會咧，佢唔承認我啲大乘經噶嘛。佢話你哋係後期編咗嚟嘅，我哋得4阿含嘅啫，係嘛？佢今日都係咁講㗎。呢個南傳國家，但係我哋講法就話。你哋誤會啦，因為咧佛咧係好多機會講法，佢未必淨係對一部分小乘出家人講，佢對啲大乘根器嘅人講，甚至對啲在家人講，好多場合講。咁所以咧500羅漢嗰個結集咧，唔代表就係所有佛經，係嘛？另外仲有外邊嘅結集，係嘛？外邊嘅結集，咁呢樣嘢咧，我有體會嘅。我老師啊，香港嘅羅時健先生咧。係一代宗師，佢過咗身10年之後咧，我哋啲學生咧就組織一個演講，咁咧就一齊上台，每人半個鐘頭1個鐘頭講下懷念老師嘅嘢，係嘛？咁講下老師嘅學問有咩特點，發覺竟然每一個人講出嚟有唔同。點解咧？因為每一個人有單獨，佢老師除咗上堂講課之外咧，講經之外咧，佢有單獨同我哋接觸。咁我哋提住我哋自己睇嘅書唔同，我哋自己研究嘅興趣唔同。問老師嘅問題唔同，如果老師好薄嗰陣時咧，佢乜嘢都答到你。但係呢啲嘢咧，佢可能上堂冇講，係嘛？或者佢有啲見解係佢從來冇透露嘅，講出嚟咧，相差10年都咁樣樣。你話何況釋迦牟尼2000幾年前呢個嘢一啲都唔出奇，佢係佛嚟㗎嘛，大智慧嘅，佢乜嘢問題都識答，乜嘢問題都識回應，咁大家記住呢樣嘢。咁所以呢個就係經嘅來源啦。咁所以結下咧就係話夏天落雨，雨水太多，容易有傳染病。咁所以有你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避免殺生，有個説法。你咩殺生咧？就話你夏天嗰陣時咧，嗰啲熱帶地方好多小動物走出嚟。我最近去泰國清邁，淨係坐喺個寺院外邊個花園個石凳度坐一陣㗎，啲蟻都走到我嘅恤衫上面，係嘛？我喺馬爾代夫去旅行度假，我個西餐廳嗰啲。好大隻嘅蟻，嗰啲蟻好大隻嘅，好多嘅，大過中國啲蟻，爬咗我個西餐個盤裏邊，係嘛？有啲更大隻嘅喺路上咁走過，你好容易踩死佢。啲成千人咁浩浩蕩蕩喺度操兵咁啊！你明唔明啊？哇！你踩死幾多小動物？咁所以為咗避免殺生，為咗避免雨季傳染病，係嘛？啲僧眾容易病，係嘛？你唔可以話出街就唔病㗎嘛，冇可能㗎嘛，有病都要病㗎。咁嘅時候咧，就允許嗰啲國王啦、長者啦、嗰啲有錢嘅長者啦，或者國王啦，就捐個地方咗。呢個就叫僧房。僧房就係出家人住嘅地方，好簡單嘅。
當時嘅精舍係精簡嘅意思，叫做精舍。咁咧就俾出家人喺度結下安居，就住幾個月。咁喺度咧就有人供養啦，就唔使出去討飯啦。咁就喺度淨係談經論道啦，研究佛法啦。過咗呢個夏天嘅時候要出翻去嘅，係咁嘅樣。就呢個咧主要除咗少數嘅在家人嚟參加，絕大部分出家，係嘛？咁你要真係出去傳教，係嘛？你先能夠接觸普羅大眾。所以點解佛教喺印度嗰陣時會影響力咁大？就係呢種咁嘅方式，係嘛？傳教好犀利。而家咧香港啊、台灣、大陸可能未有，澳門我唔知有冇嗰啲摩門教徒就係咁啦，係嘛？逐家逐戶去拍門嘅喎，揸住本聖經同你傳教嘅喎，係咪？佢哋咧嗰啲摩門教啲後生仔，金頭髮嘅外國人嚟㗎，咁佢哋帶個牌嘅，係嘛？黑底嘅膠牌，有中文字嘅，有白字。咁咧佢咧就入大學之前咧派出嚟當兵咁2年去傳教，義務㗎。咁傳教之後就免費俾佢讀大學。咁佢哋咧就學到一口流利廣東話，非常流利㗎。後生仔揸住本聖經周圍捉住你，同你講道，有嗰種精神，嗰種精神。所以我成日都話，我建議我哋啲同學聽我講學，你每年去讀一個人，係嘛？讀一個人，即係話你有能力嘅，你講佢聽，說服佢；冇能力嘅，你帶佢嚟，佛堂寺廟，係嘛？令佢聽經，咁樣佛教影響力就大，係咪？即係唔係淨係你明，你要幫助身邊嘅你嘅好朋友、你嘅親人，你要導到佢。如果佢唔方便嚟，你同佢講，你聽到咩你講俾佢聽，引導佢。咁我哋咧嗰個弘法嘅力量就可以大，越嚟越大，係嘛？呢個就係合乎佛陀原有嘅精神嘅。咁就帶咗經嘅來由啦。咁所以律咧就係戒律，係嘛？戒律有在家人嘅戒律，有出家人嘅戒律。咁主要當時咧結集嘅咧係出家人嘅戒律啦，有比丘嘅戒律，比丘嘅戒律同比丘尼嘅戒律，呢個就係男眾同女眾嘅戒律，呢個就係律經律同比丘戒同比丘尼戒咁咧部派佛教流傳嘅唔同部派咧，啲戒律有少少出嚟，有少少出嚟。咁第三個時期咧就論啦，就佛涅盤之後咧，據說最早寫論解釋佛講嘅係同舍利弗有關，係舍利弗同埋佢啲弟子，呢個係小乘佛教嘅論點嘅開始，小乘佛教論點嘅開始。咁所以《心經》嘅當機者就係舍利弗，好多人誤會咗。尤其是後來嘅廣本《心經》有2種版本，一種叫略本，我呢本咧紅色呢本咧裏邊就有廣本、略本都有喺度。略本係咩咧？簡單，呢個就係唐三藏玄奘同鳩摩羅什嘅本，都係略本。咁唐玄奘之後咧就開始都係廣本啦。廣本係咩咧？就係詳細啲嘅，詳細在咩咧？佢詳細係加咗個頭，但係呢個頭係後人加入嘅，你點咧？就話觀自在菩薩，嗰個觀自在菩薩就係觀世音菩薩走去問佛，其實咧係誤解，係嘛？因為佢哋搞錯咗《心經》嘅當機嗰個弟子，唔係觀世音。《心經》嘅當機弟子係舍利弗，係舍利弗問問題嘅，佢舍利子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個後邊嘅我哋會講到㗎。又呢個舍利子唔係一粒粒嘅舍利子嚟。係一個人嚟㗎，呢個人係叫做舍利嘅仔，所以叫做舍利子，係嘛？因為舍利弗叫做舍利弗多羅舍利弗多羅嘅梵文叫做 Sariputra， 因為舍利係種鳥嚟㗎，叫做秋鳥，呢種雀印度，呢種雀咧嘅眼睛好靚。咁舍利嘅媽媽咧，原來隻眼好靚，咁所以人咧就叫佢做舍利，秋鳥，鄉下人係咁啊，咁個農村冇名㗎嘛，阿豬、阿貓、阿狗都叫得㗎嘛，狗仔咁嘅樣，阿大牛咁嘅樣，你明唔明啊？咁以前啲人佢眼似嗰隻鳥，咪叫佢做舍利咯。咁舍利嘅仔弗多羅即係個仔咁解，兒子咁解，舍利嘅仔就叫舍利弗多羅，簡稱就舍利弗。即係佢前邊音譯後邊意譯變咗舍利子，就好多人就撈亂以為嗰啲一粒粒嘅舍利子，
係嘛？唔係嗰回事嚟嘅，係個人嚟嘅。所以舍利子就係問佛嘅。咁心經原來佢出處係邊度咧？出處大品般若經。大品般若咧，舍利子就處佢當機。嗱，般若經咧最早翻譯出嚟嗰陣，最早喺印度結集嗰陣時，大概係佛滅後400至500年開始整理流通。以前係散嘅，比較散嘅，東講啲西講啲，結集流通係大概佛涅槃之後400至500年啊。咁咧嗰陣時最早出嘅咧，結集成嘅就叫做8000頌般若，8000首頌。咁呢8000首頌翻譯嚟中國就係咩咧？小品般若，咩放光般若啊、光贊般若、魏晉南北朝翻譯過嚟啊嗰陣時，係嘛？你睇下咁樣4句嘅一首頌，8000首喎，唔得了，係嘛？相當唔簡單嘅啊！咁啊最早期一都係8000頌，後來咧再長啲咧出現就係25000頌，中間有18000頌。啊，最完整嘅就係25000頌，25000首頌嘅般若經咧，呢個咧就嚟到中國叫大品般若，大品般若。咁後來咧就唐玄奘三藏或者翻嚟咗咧，就譯大般若經。呢個大般若經咧譯成中文係幾多卷啊？係歷史上最大部頭嘅一套經，600卷。光係第一會啊！佢係15回啦，佢第一回都已經佔咗400卷，有幾犀利？呢個400卷咧喺梵文啊，嗱呢啲25000卷、8000卷全部講梵文啊，梵文，印度梵文，呢個就係中文啦，大品小品就中文啦。咁到中國譯出嚟咧就叫咩咧？就呢個就大般若經，喺印度咧就叫做10萬頌啊，有幾犀利？越嚟越長，越嚟越長。咁啊，結集越嚟越長咧，後來啲人睇就越嚟越吃力啦。所以玄奘當時係俾人批評，玄奘法師翻譯大般若經咧，俾人批評佢。我最近啱去過西安，去過玉華宮，玄奘晚年發，玄奘法師就喺玉華宮翻譯。我後尾直情去過個地基嚟俾我，好細嘅，100平米都唔夠。呢個地方幾個大弟子陪住佢，最晚年嗰個係皇帝下宮喺山上。喺山就好好嘅，個氣個溫度低好多，舒服好多。咁玄奘最後嗰幾年咧就喺嗰度住，喺嗰度過身。玄奘法師咁咧喺嗰度譯大般若經，佢嗰陣時已經嗰啲弟子好叻，已經跟咗佢翻譯好多年啦，因為佢翻譯19年。最後尾嗰幾年咧，啲弟子已經熟晒梵文中文，已經唔使咁多人幫助翻譯，幾個得意例子就得㗎啦。包括窺基啊嗰啲例子。咁呢個10萬頌係好長好長嘅個論文。所以玄奘法師當年俾人批評，佢個大般若經嘅序裏邊點批評佢咧？佢話你咁長嘅都唔啱中國人胃口嘅，中國人中意啲簡單嘅嘢，你去到咁長嗰陣時，你點弘揚點流通啊？咁玄奘法師嘅解答就話咧，唔係話因為長我哋就唔翻譯，呢啲係佛祖講嘅嘢，係原來嘅嘢，我哋唔可以唔保留。即係咧，佢話等於咩咧？等於話三藏12部都係講乜嘢？講涅槃，止歸涅槃，都係教我哋點樣入無餘涅槃㗎嘛，係嘛？修行解脫，咁係咪唔使講咁多經啊？係咪唔使保留咁多經啊？係咪燒晒其他經啊？或者本算數啦？咁你今日本都係講嗰啲嘢啫，咁唔得㗎嘛？呢個佛祖講嘅嘢啊嘛，我哋要尊敬佢，要保留佢啲好珍貴㗎嘛。而且每部經有唔同嘅對針對唔同嘅根基㗎嘛。你唔可以話三藏12部成個大藏經裏面所有嘢都係講涅槃嘅。都係為咗去得到涅槃嘅，咁你就唔需要保留咁多。呢個唔啱。喺中國嘅嗰啲以前嘅詩歌，詩歌係講咩咧？係發乎情，止乎禮嘅，表達人哋嘅自然啊，嗰個自然嗰種純真。咁係咪因為表達自然嘅純真個目的一樣嘅，你就唔使保留詩經啊？風雅頌賦比興佢有嘅15種國風，15種。老頌、雙頌、齊頌、大雅、小雅，風雅頌，係嘛？風雅頌係咪就唔使咁多詩歌？詩經裏面好多詩歌噶嘛，即係詩歌集，即係等於你話而家嗰啲咩流行曲係嘛？民歌，
佢話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嘢嘅啫，情情愛愛啊，或者係講風景啊，講乜嘢啊咁，唔使咁多嘅，燒晒佢，唔使保留咁。咁你去到卡拉 OK 唱咩咧？冇嘢唱咧，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啲係民間嘅嘢，呢啲係要代表感情嘅發泄嘅嘢，你唔可以話佢個目的係一樣嘅，你就唔保留。呢啲係歷史嘅心聲嚟嘅，人民嘅心聲嚟嘅。所以好巧咧，我個名就喺度出。所以咧，雅頌之道，元璋個名咧就喺元璋法師有序度出現，就係因為咧啲人批評元璋法師，元璋法師要解答，所以我同般若經係特別有緣㗎，咁所以中國古代嘅經你睇啦，《乾隆大藏經》一開始嗰陣時咧，佢將大般若經擺最前，因為呢個係經中之王，諸佛都要有智慧，有般若先能夠成佛，諸佛之母，所以將大般若經擺最前，擺到最第一位。就唔係睇佢翻譯嘅前後或者歷史上出現嘅前後，但係日本人嘅大正藏唔係啦，日本人咧就8個學者編嘅大正藏咧，佢咧就歷史嘅時出現嘅先後嚟分類，佢係將《阿含經》擺最前，日本人，咁呢個咧就合乎現代喺學術界嗰個咁嘅研究方法，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寫啲博士論文啊，全部要引用大正藏，關日本人嘅藏經。中國人而家仲未編到藏經出嚟咧，係取代咗日本人呢種藏經，係好可惜嘅事。咁咧曾經以前嘅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先生咧就問叫我嚟編，佢話咧佢呢個趙樸佬，趙樸初老居然耍手擰頭唔敢接呢啲嘢，咁佢同我講，我話好難做，我話咧唔係錢嘅問題，錢你去揾1-2個億、2-3個億都唔係難。我話但係咧係冇咁多人，需要好多人才。我話日本嗰陣時咧，大正年間動用成個日本，佢哋嗰啲草主要全部出家，但係啲出家人全部學者，因為日本喺明治維新嗰陣時，啲派啲出家人去歐洲留學，佢哋個個都精通梵文、巴利文，有考證原典有比較過。我話佢哋成100個學者，好多係出家人，夾埋咧先能夠編到呢個大正藏出嚟。我哋邊度咁多人啫？我哋中國而家未有過20年我哋得，係嘛？即係培養到批人才啦，咁就得。咁你睇到啦，呢個佛經到大般若經嗰陣時，啲人嫌太長啦。咁於是乎咧就話要揾嗰啲濃縮嘅經文，短啲嘅。因為我哋點樣流通啊？點同你講啊？譬如我話我今日開始話我而家準備喺度講600卷大般若經，下次冇人嚟我睇，係嘛？600卷就算每日講1卷我每次念我念過唔止1次600卷大般若經。我介紹大家，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咧，可以請法師領導你哋大家練。每次我叫做練得好快，最少1個鐘頭1卷。我又香港出世，廣東話好流利，佛經又好熟，我練得好快，都要1個鐘頭。如果你哋唔熟咧，我練咗2個鐘。我水懺我可以練個零鐘，我就練完3卷水懺，係咪先？而且字好清楚㗎，因為我熟啊嘛。般若經我都唔敢話熟，因為我1日花1個鐘頭練1卷我要幾多365日600卷，即係要練幾2年。我出差唔帶得佢走，而家好嚟有 iPad 可以影印咗佢，帶佢走，好大功德，好，即係開啟智慧同埋你嗰個道場如果你練大般若經嘅氣氛你練得到，係嘛？咁我哋而家香港慈幼會，我要求佢哋先練呢個《金剛經》。原裝版本嘅先要熟習，就為咗將來練大般若經要準備。我哋2016年嘅青年文化節咧，希望將大般若經重印，呢個係而家中國最好嘅版本。雞元黑經注揚州嘅版本。當年我哋講，當年香港班長老50幾年前重印攞揚州嘅版本嚟印嗰陣時賣幾多套？請一套幾多錢？50幾年前2萬蚊港紙。哇！如果你買樓快咗達啦，而家係嘛？50幾年前買樓再換樓再換樓，你而家值幾多錢啊？你諗一套30幾層，我套係邊個送啊？宏芬法師送俾我，香港智聯寺院嗰陣時我去加拿大，竟然佢送一套俾我，係嘛？咁咧有錢都買唔到，我就諗住再去重印，係嘛？再去重印。如果你揸住呢部嚟講真係好殊勝。但係咧原裝法師嗰個譯文咧你要習慣，因為佢同鳩摩羅什唔同。鳩摩羅什法師咧，佢係有幾個文學家做佢徒弟，不過佢潤色得好流暢、好圓滑。
但係咧流暢得嚟有時咧就未必完全忠實，即係唔係100%直譯嘅。原裝法師譯得好好嘅，冇漏嘢嘅。嗱，鳩摩羅法師會漏嘢嘅，《金剛經》。咁所以咧，原裝法師譯本咧就係詳細啲。咁但係佢讀起上就甩咳啲。但係甩咳嘅好處就係你讀咗之後咧，你冇咁容易發眼瞓。你練得熟嘅嘢，你會容易眼瞓。練練下仲唔知練到去邊啦啫嘛。但係呢個咧甩咳容易，冇咁容易瞓覺。咁你練熟咗呢個版本之後咧，你第日再練大波嘅經驗就容易練。我係逐步訓練嘅，即係等於我叫人食齋㗎。以前中國人都係初一15，因為10齋嘅，係嘛？咁而家有啲人唔記農曆嘅，我教佢點咧，我就話你禮拜6、禮拜4，我話你平時翻工食唔到，係嘛？而家就香港啲政府居然提倡逢星期一食齋，好多餐廳都話嗰個 Green Monday 啊，即係綠色星期一，即係咁樣咧，用現代方法咧，真係易記啲。係嘛？初15固然好啦，但係你未必成日睇住個舊歷㗎嘛。有時出緊差都唔知佢係初15，係嘛？你慢慢嚟，一步步好啦，咁即係所以咧，嗰啲弘揚佛法啲大德菩薩咧，佢就喺《般若經》裏面抽出嚟，抽啲短篇精華抽出嚟，用啲短啲嘅篇幅嚟弘揚，因為冇人有辦法去睇十萬頌600卷咁多，咁於是乎咧就出現咩咧？金剛般若經。所以而家好多嘅學者考證《金剛經》金剛般若經如果原裝法師嘅翻譯咧，就加能斷2個字，唔止原裝義證好多法師後面都有能斷2個字咁咧呢個能斷金剛般若經咧，就係喺個大般若經裏面抽出嚟，嚴格嚟講係小品般若裏面抽出嚟，係節錄出嚟因為佛咧唔止一日講，佢講嗰般若8000頌點能一日講晒？所以你冇錯㗎，你話140年佛在邊度講經，日日都係喺嗰度講經，係嘛？你可以日日都結集一部經都得㗎，咁所以呢個8000頌，咁呢個咧就係嗰個係後，反為咧《金剛經》呢種題材嘅出現咧係最後，係佛涅槃之後咧可能係即係話700年、800年以後嘅事，或者最少500、600年以後嘅事，即係話咧係早期最早期，但係最後出現。喺8000頌裏面抽出嚟，另外出本單行本嘅《金剛經》而家好多書係咁叫單行本單錢嘅一套書太大套啦，明唔明啊？我哋冇辦法讀啦，即係以前啲經都係全部大藏經一套大藏經㗎嘛，冇話而家逐本去印㗎嘛，係嘛？而家印刷術發達可以逐本印，嗰啲咪單行本咯。以前要借經又要寺廟先有，邊度而家咁齋鋪周圍都有派，係嘛？咁方便以前好辛苦㗎，嗰啲做咩王安石白居易嗰啲做官嘅，先有面子去啲寺院度借本佛經嚟，就抄揾人，自己抄揾人抄，先有機會讀到佛經。而家真係普及，但而家啲人咧就冇咁重視，因為太容易，周圍都攞到又唔重視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呢就單行本啦，即係話將啲佛經裏面抽一啲重要嘅部分出嚟，成為《金剛經》。另外咧，《金剛經》人都嫌長喎，再抽咧就抽咗條《心經》。佢呢個《心經》咧就係、佢出現咧喺呢度出現。《金剛經》係小品般若，《心經》係大品般若，25000頌。我曾經對過響大品般若經裏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嘅鳩摩羅什列經咧，裏面成段文字同《心經》幾乎一模一樣喺裏邊。咁大般若經咧就係將小品同大品再重新翻譯一次嘅，所以前面嗰啲全部包上去，10萬頌梗係包25000頌同8000頌啦。咁所以《心經》咧亦都同大般若經嘅其中一品咧係一模一樣，一段文字一模一樣。所以證明係咩咧？證明咧就係話呢個《心經》咧係唔係單獨講，佛冇理由單獨講咁短嘅嘢，佢係喺大部頭嘅經裏面抽出嚟，所以個略本先係合理。後來啲人咧，即係好似覺得，哎呀，《心經》就冇咗主角咁好可惜喎。咁要整個觀世音菩薩從座而起，走去問佛。其實佢搞錯咗，佢唔知個《心經》嗰個當機就係舍利弗，問問題都係舍利弗，唔係觀世音嚟。咁咧後面我會解釋觀自在同觀世音有冇分別？我哋《心經》我分好多堂講㗎。我成本講話咧，可以喺呢度佢個講完，包落個《心經》度講，即係等於你上咗個佛學課程，
係嘛？講唔同嘅內容。咁如果大家有心機學咧，就可以學到好多嘢。咁第一件。好啦，咁小品般嘢大家記唔記得係邊個做當機嘅？《金剛經》邊個做當機？《金剛經》係出自小品般嘢嘅。邊個？有冇印象啊？你念《金剛經》？須菩提。冇錯啦，須菩提。嗱，睇唔睇到唔同啊？須菩提咧係解空第一，係嘛？十大弟子裏邊，了解空咧係最叻。咁啊，舍利弗係咩啊？智慧第一。解空同智慧，智慧就更全面咯喎，係嘛？唔淨係空嘅喎，空有都要明喎，你明唔明啊？所以解空第一嘅須菩提作為呢個《金剛經》嘅主角，係嘛？當然真正嘅主角係釋迦牟尼佛啦，咁但係佢都係主角啊，佢主角配角啦，佢問法問題㗎嘛，所以須菩提係《金剛經》裏邊嘅主要發問人。咁啊，舍利弗就係《心經》裏邊主要發問人，一個係小品般，一個大品般嘅。到後期嘅般若經係邊個問問題啊？越後越猛嘅咯喎，越後越勁嘅咯喎。邊個啊？到後來嘅大乘嘅般若裏邊，文殊菩薩親自出嚟，文殊啦、彌勒㗎嗰啲出嚟問問題後期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個般若經嘅結集嘅過程。有個問題呢度，再查一查唔該，參考般若講得太快啊！所以後邊啊，嗰啲就叫論啦，大家記住經律論。咁我哋今日啊讀佛經啊，一定要讀論，嚴格嚟講。有啲人咧就睇短經就亂咁解，就望文呢個望文生義啊，即係睇到文字就斷估啦，用俗語講。叫望文生義，係嘛？好危險而家尤其是資訊發達，成日喺網上朋友圈嘅手機裏邊，成日好多呢啲咁嘅發嘅貼紙解佛經，解到亂解，尤其心經最多亂解，解到咧完全都唔係嗰啲嘢嚟，就傳得好緊要，所以咧就係一個正確嘅知識，即係心經大家念得最多所以咧我哋一定要靠咩咧？經論以外咧，要靠菩薩做嘅論。呢個論咧就唔係佛講嘅，就係菩薩所做嘅。後面我哋解釋咩叫菩薩菩薩所做解釋佛講嘅就叫論。論就係咩咧？以論議啊，即係同埋討論啦，即係討論用討論嘅形式而去探討佛呢部經裏面有咩深意。隱藏咗咩意思？唔係表面嘅文字咁簡單，呢個叫論，即係等於現代咩咧？注解。但係呢種注解咧有好多種方法，有種方法咧就係逐句解注解，有種方法咧就係整體解，唔係逐句解，整體討論呢部經嘅意思嘅大要重要嘅意義喺邊度。所以論有各種體裁，係嘛？好重要。所以我哋尤其是大乘佛教，我哋學讀經嘅咧，一定要讀論。咁咧，論有咩重要嘅論咧？傳說佛滅門後500年都係印度有一位龍樹菩薩，佢就係弘揚中觀學派。呢個中觀學派咧嚟到中國咧，就後來嘅大乘嘅三論宗啦。而家聽話江蘇有位法師，佛教協會有位法師佢就專門研究三論宗。有人話介紹我識，我都未有機會見到佢。可能介紹法師認識佢。係中國佛協嘅一個副會長，全國佛協係江蘇佛教。而家好少人研究三論嘅，係嘛？咁咧，如果有研究都好難得。咁咧，佢就係龍樹有三部論，所以叫中嚟到中叫三論宗。佢就式微咗好耐。佢係主要咧，龍樹咧係講空。小乘佛教就講有，小乘大乘嘅龍樹就講空。佢解釋般若。所以一部書咧叫做《大智度論》，100卷，就專門咧就解釋大品般若經、大品般若經呢部書。咁咧後來咧到佛涅槃之後898年咧，就印度出現一個學派叫做瑜伽行派。呢個瑜伽行派咧就係中國唐三藏玄宗嘅唯識宗啦。
唯識中啊。咁印度叫瑜伽行，呢、個瑜伽兩個字咧係咩啊？係相應咁解喎，唔係我哋而家練啲瑜伽倒掟嗰啲瑜伽啊，扭頭扭頸嗰啲瑜伽。咁呢個相應就係收集禪定禪觀同真理相應就叫瑜伽。瑜伽行咧即係修禪定咁解。所以印度古代咧冇禪師嘅字，好少人見有禪師，叫瑜伽師。係嚟到中國先叫禪師嘅。啊，反而中國先譯做禪，之後亦叫禪師，印度叫瑜伽師。所以呢個瑜伽行係最重視修行，好修定修得好好。傳說個無著菩薩成日入定咧，見到彌勒咁兜率天，能夠同彌勒菩薩問法嘅。咁所以咧，佢嗰個代表人物係無著而世親兩兄弟，好有學問，非常之有學問嘅菩薩。咁佢哋咧就結集一部叫咩？《金剛般若論》。喺魏晉南北朝嘅人譯咗出嚟，呢部論非常之好。玄奘法師冇再翻譯，窺基法師咧做個注解《金剛般若論》，喺彌勒菩薩用頌嘅形式，用頌啊，用詩句嘅形式，世親菩薩用長行解釋金剛經。啊，另外一部咧同彌勒菩薩有關嘅咧就係、西藏而家好流行。西藏好，尤其是格魯派黃教嘅喇嘛一定要學嘅呢部，就叫做《現觀莊嚴論》啊，《現觀莊嚴論》啦。呢兩部論咧，後來咧仲流行過《大智度論》啊，《現觀莊嚴論》，《現觀莊嚴》呢部書，中黑巴都做過注解。如果西藏嘅注解呢部書21種啊！大智度論咧，印度有15種注解，呢、這個21種好流行。但係玄奘法師又冇翻譯呢部，係後期喺西藏好流行。咁呢部咧就係、解釋咩？大品小品全部解釋晒，係個綱領嚟嘅。你揸住呢本咧就可以睇得通般若經，啊，好似個索引咁樣樣。咁係邊個翻譯嘅咧？就近世嘅法尊法師，就係、太虛法師嘅得意弟子。太虛法師派佢去西藏學10幾年，翻譯《現觀莊嚴》，呢兩部都係好重要。如果你學大乘嘅般若啊，你又自己直接睇大般若經睇明，念就容易啲，就咁念啫，唔需要明啊。咁你要明咧，你就要讀金剛般若、現觀莊嚴，幫助你明白，係嘛？咁所以咧，我哋解心經就係我哋根據好多啲論，尤其是呢個學派。唯識而家學派解釋佢最好嘅。咁唐朝解玄奘，大家記住喎，心經係邊個翻譯？係玄奘法師翻譯做。我哋而家念嘅呢個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玄奘翻譯，所以玄奘嘅解釋係最正宗。咁玄奘自己唔注解嘅，因為佢冇時間去注解，佢口講。佢每日翻譯完之後咧，晏晝就抽少時間咧，同佢啲弟子出家嘅弟子做講經。咁啲弟子就會寫筆記。嗰啲筆記就先有價值，非常有價值啊！咁嗰啲弟子各自咧就做咗啲書出嚟，其實裏邊係好多老師嘅嘢裏邊啊，好多老師嘅嘢。咁咧佢有幾個弟子都係好出色嘅，叫做窺基大師，佢係唐朝尉遲恭、尉遲敬德啊，唐朝嘅開國功臣尉遲敬德嘅親侄嚟啊！當時唐太宗李世民俾聖旨佢出家，做玄奘法師嘅助手。俾最叻嘅人叫佢助手翻譯佛經。咁另一位咧就係玄策法師，呢、這個係韓國嚟㗎，新羅國嘅皇孫貴族嚟到中國出家。後佢先學真諦去到舊唯識，後來玄奘法師引導翻嚟之後，佢又跟玄奘法師學新唯識，係嘛？咁佢哋年紀大好多，啊，即係玄奘嘅得意弟子。係，仲有一位咧叫淨邁，呢個法師咧。又係呢3位法師咧，都係玄奘法師門下，全部有注解有咁心經。我嘅解釋啊，將來解釋全部係根據佢，係最正宗嘅解釋，即係唔係求其嚟解啊？咁係最古老嘅解釋。而家冇咩人睇嘅啦，因為點解好深？佢啲注解全部好深啊！唐朝嘅文字，咁我就最專門咧研究，喜歡研究唐朝嘅文字，因為呢個太虛大師當年同我老師，太虛大師當年咧。同我老師講，咁中山大學我老師歸依佢，當時中阿法師做侍者，啊中阿法師仲好年輕，咁太虛法師咧
知道我老師係大學生，特別叫佢去傾偈。歸醫完之後，佢問佢點讀書，咁然之後太上法師就指導我老師，佢話咧啲注解唔好睇後邊嘅，明朝啲注解啊都已經唔得㗎啦，一定要睇唐朝嘅注解。唐朝係時學唯識，唐朝嘅即係大成呢啲宗派冚唪唥唐朝嘅注解係最正宗嘅。點解正宗啊？因為呢個就係口意啊，口意即係親口講嘅道理。明朝啲人都冇去過印度，明唔明啊？咁都係靠估嘅，有啲嘢靠睇以前嘅嘢。唐朝啲玄奘法師啊，印度有法師過嚟翻譯，而我哋都有法師去印度留學，嗰啲係最正宗，係嘛？嗰個佛法係來自印度嘅，嗰個源頭嚟嘅。你去嗰度留學10幾年，玄奘法師喺最大嘅大學那爛陀寺，係最出色最大嘅大學，喺嗰度學嘅嘢係最正宗。玄奘親自教你邊度有錯嘅，係咪？唔係咁睇住斷估，係靠估啊，唔係佢哋。咁所以咧，睇下之後讀。佢唐朝啲注解咧係好安全穩陣好多。我哋讀佛經要讀唐朝嘅注解，唐朝注解嘅文字就係要困難少少，好嘛？咁所以咧，大家知道呢個經嘅由來啦，同埋咧乜嘢咧叫做咧論啦，經論呢三藏。呢三種啊，係好似寶藏咁，能夠利益世人，叫做三藏。經律論三藏非常之重要。一個精通經律論嘅法師咧，就叫做三藏法師。所以唐朝玄奘法師經律論都有翻譯，所以我哋叫做唐三藏法師玄奘。每部經佢都註明㗎，同埋佢寫住奉詔譯啊，奉詔譯。以前翻譯佛經唔可以亂翻譯嘅喎，要皇帝同意你啲翻譯得到，要上表嘅喎，即係驚你咩啊？妖言惑眾啊，亂咁傳教，你明啊？傳埋啲邪教咁點算啊？所以好嚴格嘅，奉皇帝嘅詔佢先翻譯，所以翻譯之後咧就呈俾皇帝睇先，皇帝睇完咗好啦，就頒布天下咁樣嘅，抄俾天下嘅寺廟去流通，所以好安全佛經又好安全，好啦。咁咩叫做般若波羅蜜啊？我哋今日就解釋埋呢個經題就差唔多啦。所以般若呢個字咧，就係又係印度梵文嘅譯音，叫做 Vacha。呢個字咧，譯做中文叫般若。普通話就呢本咧就可以睇得通般若經，好似個索引咁樣樣。驚你咩啊？妖言惑眾啊！亂咁傳教，你明唔明啊？傳埋啲邪教咁點算啊？所以好嚴格奉皇帝嘅詔佢先翻譯，所以翻譯之後咧就呈俾皇帝睇先。皇帝睇完咗好啦，就頒布天下咁樣嘅，抄俾天下嘅寺廟去流通，都係好安全佛經又好安全。好啦，咁咩叫做般若波羅蜜啊？我哋今日解釋埋呢個經題就差唔多啦。所以般若呢個字咧，就係又係印度梵文嘅譯音，叫做 Vacha。呢個字咧，譯做中文叫般若，普通話咧就般若般若所以你唔好讀般若，如果你讀般若咧，人就係外行咁點解叫般若？因為佢梵音叫 Vacha 所以譯做中文咧就叫做咧般若，係個音譯嚟嘅。唐朝嘅音咧就係般若。唐朝嘅音就係般若，般若。咁佢咩意思咧？佢意思咧就係清淨嘅智慧，特別係慧，智同慧咧都有啲分別嘅喎，智係高級啲嘅喎，我一般嚟講清淨簡單叫淨慧清淨嘅智慧。咁咩叫做慧咧？又問大家啦，咩叫慧咧？逐個字解啦。智慧當然要聰明智慧唔係聰明喎，聰明咧就係話好識轉彎，話頭醒目醒尾，係嘛？你講少少佢就明後邊嗰啲叫聰明，但係唔一定有智慧嘅，呢啲叫我哋佛經叫細智細智辯聰，口才好，有啲小聰明，呢個佛教嚟講係不可取嘅。真正嘅智慧係咩咧？智慧呢個字。再簡單啲用嚟講就抉擇。咩叫抉擇啊？即係識得
個咩啊？是非對錯、黑白、邪正，乜嘢係正嘅，咩係邪嘅，咩係正教，咩係邪教，乜嘢係啱，咩係錯，乜嘢係公理正義，乜嘢係犯罪嘅，唔合乎法律嘅。呢個係好嘅。對真理能夠辨別乜嘢係合乎真理，乜嘢唔合乎真理嘅，呢個仲威好緊要。成佛就係靠呢個智慧。成佛唔係靠感情用事，淨係拜佛係表示我哋嘅尊重。但係拜佛原因係咩？為咗學佛。學佛唔係好似坐度唔喐咁樣叫學佛喎，而係要學佛咁樣嘅智慧，能夠解決人生一切嘅問題。唔單止能夠解決我自己嘅問題，仲要幫助其他人解決問題，咁先係佛噶嘛，係嘛？咁所以呢個咧智慧，所以般若就係清淨嘅智慧，清淨智慧。呢個清淨喺佛經裏面有幾個字叫做無漏啊。呢個漏即係咩啊？用現代嘅術語講就係同煩惱連結嘅，就叫做漏。呢個係小乘佛教嘅用語嚟㗎。唯識中啊，而家你哋開始要接觸少少唯識咧，我就逐啲俾你哋，一次過唔會講咁多。呢個漏就係煩惱連結，係小乘佛教裏面嘅詞語嚟嘅。漏佢哋同咩啊？好多字啊，同個結字又係煩惱咁解。纏字糾纏不清嘅纏字又係煩惱咁。有個咩啊？洗啊！你讀有拜過水懺啊嘛？水懺呢啲字全部有㗎。洗使啊，使即係驅使你，令啲煩惱令到你身不由主嘅，係嘛？推動你呢啲字全部係煩惱咁解。漏啦、結啦、纏啦、使啦，全部係煩惱嘅名。有咩啊？隨眠啦，隨眠啦，呢啲全部係煩惱嚟嘅。所以咧，同煩惱唔會連結嘅嗰種判斷力就係真正嘅智慧，清淨嘅就真正嘅智慧。仲有一種係咩咧？仲有個意思。好，再睇一頁。仲有一種叫出世間啊！出世間呢個世間同出世間大家記住，呢個係指煩惱嘅世間。呢個世係指咩啊？時間，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叫做世。呢個間係咩啊？空間，係嘛？上下四方、東西南北，係嘛？咁咧呢個空間，時間空間，呢個時間空間咩啊？係有煩惱束縛。所以出世間唔係叫你走入深山，而係叫你超脫煩惱，咁叫出世間。你如果個人去到深山，你淨係諗住俗世嘅嘢咧，咁你一樣冇出到世。你如果你喺個世間嘅寺院度去市區，你好清高嘅。你好灑脫嘅，你好唔執着嘅，呢個你已經出咗世間。所以出世間唔係睇有咩位置，係睇你嘅精神狀態、心理狀態。所以出世間嘅智慧就叫般若智慧。可以你話清淨嘅智慧、無漏嘅智慧、出世間嘅智慧。出世嘅智慧用現代語叫咩？叫做超越嘅智慧。超越嘅智慧，超越世俗、超越世間嘅智慧。呢個。所以因為佢個意思好深刻啊，唔係一般智慧咁簡單，所以故意唔翻譯做智慧。玄奘法師就提出有5種不翻。5種不翻咧就係話5種情況之下唔翻譯。5種情況之下唔翻譯。咁其中一種咧就係咩咧？表示佢係殊勝嘅，佢好神聖嘅呢樣嘢。係與別不同嘅，好特殊嘅，好神聖嘅，所以唔翻譯。因為你翻咗之後，你覺得好糊塗。如果你般若，大家覺得哇，呢個佛先有嘅，菩薩先有嘅。你翻到智慧，你會覺得我都好有智慧啊，係咪？你以為智慧好容易、好簡單喎，係咪先？我做博士仲唔係好有智慧？我係醫生仲唔係好有智慧？我係律師仲唔係好有智慧？我係議員仲唔係好有智慧？你以為嗰啲智慧其實唔係。呢個係殊勝，係超越世俗。我講一個我成日好中意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世俗同超越世俗咩唔同咧？世俗嘅智慧，我就好中意舉一個人啊，呢個人叫諾貝爾你聽過呢個人啊？諾貝爾獎金你咧聽過啦？佢係一個科學家，佢咧發明咩啊？炸藥，強烈嘅炸藥。佢之前唔係有炸藥㗎，冇佢咁
犀利。佢啲強烈嘅責任係咩啊？佢發明嚟做咩啊？係要嚟改善人類嘅生活，要嚟開山劈石啊！啲交通唔方便，由呢個地方去呢個地方要爬過個山，佢可以炸開條隧道，佢可以炸開條路，改善人類嘅生活，有智慧咯啩！啊，佢識得發明研製咁好嘅樣咯啩！佢唔係普通小聰明啊！呢個大偉大嘅科學發明，結果到佢晚年嘅後悔到不得了。點解啊？因為啲人攞咗佢炸去炸人啊，唔係炸山炸石啊，炸死人啊！死嘅人仲多過以前。以前啲炸藥威力冇咁大，哇冇殺傷力冇咁大，而家啲炸藥越嚟威力越大，傷害好多人，佢好後悔。佢有專利，佢又好有錢，因為佢啲發明有專利，係咪先？享受專利，但係慢慢專利冇咗之後，啲人就攞嚟亂咁用啦。國家將用嗰啲強烈嘅炸藥咧嚟殺人，啊造成好多生命，好後悔。所以佢臨終嗰陣時咧設立諾貝爾獎。啊，獎勵世界對和平有貢獻嘅，啊對科學有貢獻嘅，而家開始對文學有貢獻啦，慢慢加到啲獎啦，啊中國最嘅人莫言都攞咗獎，係咪先？李政道、楊振寧又攞過獎，好多人亞洲度好多人叻人攞過獎，咁你睇到佢有智慧咯啩，但係佢嘅智慧同煩惱有關，係嘛？佢超脫唔到呢個世界嘅，啊佢俾人利用咗佢套嘢嚟傷害生命。佢始料不及，後悔莫及。世間人都話：你以為你好有智慧，係嘛？你諗到啲嘢，但係其實你唔究竟，唔圓滿，係嘛？唔能夠超越煩惱，同煩惱同執着係連結嘅嗰啲智慧，就有限度、有限制嘅。所以咧，唔能夠同佛菩薩嘅智慧比較。所以要保留般若呢兩個字係有原因嘅，表示同世俗嘅智慧唔同。仲有咧。含多義啊，一個字啊，有好多個唔同嘅意思，就唔翻譯。啊，般若呢個智慧唔係普通智慧，有殊勝嘅意思，有清淨嘅意思，有無漏嘅意思，有出世間嘅意思。啊，其實唔係咁普通智慧兩個字去解釋，有好多特別嘅意思喺裏邊。所以唔翻譯就好過翻譯。唔翻譯嗰陣時，你肯去問係乜嘢，去研究。如果你翻譯咗咧，你望文生義，波智慧啫嘛，好淺啫，我都明啦咁你就唔會再深究。啊，故意讓你咧去留神留意點解叫般若呢個。好啦，咁跟住咩叫般若波羅蜜多啦？啊，呢個波羅蜜多，呢個蜜咧兩個蜜都係人寫㗎，呢個因為翻譯，呢個係秘密嘅蜜，呢個就蜂蜜糖嘅蜜。啊，波羅蜜多心經啊！波羅蜜多咧唔係一種水果嚟，啊大家係一個梵文嘅譯音嚟。佢嘅原文係咩咧？叫做 Paramita。波羅蜜多 Paramita 點解啊？先解呢個 Para。呢個 Para 翻到中文咧就彼岸。彼岸嗱，佛經嘅道理好深，所以啲佛菩薩弘揚佛法嗰陣時咧，佢好多時好用好多比喻，啊，好用好多比喻，舉好多例啊，用好多寓言啊嚟解釋。咁佢點樣解釋咧？佢話我哋咧人喺生死輪迴之中，一世完咗又一世。咁咧形容呢個生死輪迴過程咧係個苦海，係受緊苦嘅。我哋喺裏面不斷掙扎，出唔到個大海。係嘛？好似個生死輪迴路，都好似俾啲業力好似海浪咁樣捲啊捲喺裏邊，一路掙扎都出唔到。所以呢個叫做生死嘅苦海，用個大海，我哋喺裏面掙扎嚟輪迴呢個名。咁呢個彼岸代表咩啊？代表覺悟，代表解脫。用梵文講就叫涅槃啦。解脫涅槃即係解脫啦，覺悟就係彼岸。好似我哋一個喺個大海裏面掙扎，差啲浸死嘅人，睇到越嚟越有岸，好想游埋去。解脫喺海裏邊嗰種苦，被浸死嗰種危機嗰種苦惱。咁所以咧就用個彼岸，就唔需要此岸㗎，因為你已經喺大海度，冇得一邊岸嘅啫，嗰邊岸就係解脫。係嘛？咁所以個彼岸就係指覺悟解脫成佛，最少都做阿羅漢，係咪先？嗰個境界就叫做彼岸。
啊，呢個比喻嚟㗎嚇，係嘛？咁個生死輪迴就係個苦海，記住，係嘛？咁所以個彼岸咧，永遠就代表覺悟解決問題。啊，咁呢個物字啊，搣呢個搣字點解咧？翻成中文咧就係到咁解，到達咁解，即係到達彼岸啊，叫做彼岸到。嗱，古代啲中文咧同梵文好相似嘅，動詞咧係喺個名詞後邊。啊，用英文文化你哋讀過未啊？呢個叫 object 啊 ，object 就係受事位啊，係嘛？個受事位啊行先嘅喎，個動詞咧就行後邊嘅喎，係咪？譬如話好似話彼岸到，彼岸就係受事位，即係話我哋要達到個目的個目標，呢、個唔可以行前面。個動詞行後邊，你睇到《史記》裏邊啲古書都係咁，日文都受到呢個影響。佢日文好簡單，就係話譬如話拍寫真咁，啊，寫真，啊，寫先，咁咧寫先哦 ，tori mas， 啊 tori 即係拍啊，拍攝，咁嗰個拍字啊 ，tori 呢個字咧就喺嗰個寫真後邊，啊，寫真呢個字咧就係名詞嚟嘅。拍攝寫真咧，拍照呢翻嚟個動詞喺後邊，咁奇怪。好似話你話食齋咁，啊呢、個初千料理精，佢食齋叫精進料理嘅。本嚟啲字好得意喎嚇，改得好好喎。精進料理，哦，食べます，啊食べる，食精進料理個食喺後邊，啊試下佢啊。係咪去食精進料理啊？咁個食字動詞擺後邊，所以呢個 paramid 咧就係彼岸到，個動詞反而擺喺名詞後邊嘅，大家記住呢個方法。咁啊，即係話我哋係可以到達呢個覺悟解決嘅彼岸。咁所以用一個字可以代表啦，彼岸到都嫌長啦。中國人中意簡單啊，太長嘅人唔中意呢個字。到字，乜嘢可以令到我有副海路去彼岸啊？渡海小輪咯，咁個船咯，係咪先？坐油麻地咯，坐澳門快船咯，係咪先？係嘛？一個鐘頭就到啦，明唔明啊？呢個渡輪嘅渡啊，古字嚟講咧，同呢個渡相通，冇三點水嘅古字。而家人咧驚你唔知道係水，所以加咗個三點喺度，你明唔明啊？所以呢個渡，渡即係話去彼岸。咁乜嘢要乜嘢去彼岸啊？啊，船啦，航運工具啦，係咪？航運工具乜嘢係個船啊？佛經、佛法就係嗰個船啦。所以我哋寺廟裏邊成日一句説話叫咩啊？慈航普渡啊，記唔記得啊？乜嘢慈航普渡啊？就係指佛法，就係咁解。佛法就係個船，只有佛法。啊！有佛經、佛法、佛菩薩先可以喺個火裏面救我哋起身，運我哋去彼岸，所以一定唔可以少咗佛法呢條船。點解？《金剛經》裏面咧就用呢個字，用個佛字，即係船咁解。用佛嚟，用個船嚟做比喻，係嘛？但係話到明喎，一船話你有岸邊喎，你上得岸咧大把木材，你中意隨做1000架船都得，你就唔好傻到咧孭埋架船上岸喎。你孭埋嘅時候就累贅嘅，就執着喎，你明唔明啊？《金剛經》就係講呢個道理啦。啊，即係你唔好執着，佛法係幫你目的地，但唔係叫你去執着。啊，咁所以波羅蜜多即係到彼岸。咁個多字點嚟㗎？有啲人叫波羅蜜，有啲叫波羅蜜多。咁多字多字有啲人仲弊，日本人啊，佢用心經叫多心經，搞錯晒，係咪？心經就還心經，呢個心係精要精華咁解。波羅蜜多係一個名詞嚟嘅，個多字喺上面，唔係喺下面。佢又搞錯，以為波羅蜜係一個名詞。有個經叫多心，簡稱叫多心經，冇人咁嘢叫嘅，笑話嚟嘅。如果你叫多心經，即係又係你外行。心經簡稱叫心經，或者叫般若心經，全稱就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但係就冇多心經呢樣嘢㗎。咁呢個多咧就係呢個塔嘅 TA， 呢個塔係乜嘢啊？係梵文嘅抽象名詞。咩叫抽象名詞啊？抽象名詞。抽象名詞即係啲嘢見唔到、摸唔到、捉唔到嘅叫抽象名詞。
啊，抽象名詞，好似清潔抽象名詞，和平抽象名詞，明唔明啊？咩叫和平啊？你攞唔到一樣嘢出嚟俾我睇，咩叫和平？和諧呢啲睇唔到，呢個抽象名詞。彼岸道呢個係啲咩修行嘅境界嚟㗎，唔係真係有個岸俾你去嘅，你明唔明啊？嗰個覺悟涅槃岸喺邊度啊？點揾到俾你啊？咁所以呢啲係一個抽象嘅嘢，要形而上好高層次嘅嘢。所以咧，佢嗰個名字用 TA 塔叫變嘅變化。如果你哋學過英文嘅英文唔需要好高深嘅，小學程度得㗎。你知道 NESS 或者 TY 呢兩個字嘛？個語尾變化就係同呢個 TA 一樣抽象名詞。好似我哋話咩啊？清潔叫做 clean 係嘛？清潔嘅名詞叫咩啊 ？cleanliness NESS 呢個咪抽象咯，抽象名詞咯，係嘛？所以呢個 TA 就抽象名詞。所以波羅蜜多，波羅蜜就動詞，波羅蜜多就係個名詞，抽象名詞就咁簡單啫。就係話到彼岸，度眾生，自度度他呢回事。呢個度，呢個度包括咩啊？自己解脫就叫自度，佢菩薩去幫助人解脫就叫度他。咁解自度度他。咁呢個咧就解釋咗波羅蜜多呢四個字啦。咁我哋要詳細研究咩波羅蜜多咧？大家翻去咧，下次仲可以講嘅就睇下第七講，呢本書嘅第七講。第七講咧就係講咩咧？菩提心與菩薩行呢本書。你大家走嘅唔該咁嚟攞本。菩提心與菩薩行呢本，或者呢本。如果你解繁體字就攞呢本，簡體字攞呢本，你可以換翻簡體字版嘅93頁，繁體字版嘅168頁。你有呢本厚嘅就168頁繁體字，你冇你攞本簡體字薄嘅，出面大把，你唔使擔心，受得耐。93頁。如果而家去攞都得，需要咁你就翻去睇一場去睇咩叫做六道啦。菩薩修行咧有個六波羅蜜，就簡稱叫六道，就係咩咧？布施、持戒、忍辱或者叫安忍、精進、禪定、般若，六種波羅蜜多，六種能夠令我哋解脫生死煩惱，到涅槃覺悟成佛彼岸嘅就叫六波羅蜜多。六種方法咁嘅，六種修行嘅方法嘅唔同，而且係大乘佛教嘅修行方法。小乘人都已經開始有呢啲咁嘅觀念咁咧，第一個布施，布施道就係分佈咁解，施就係給予咁解，分佈施予。咩叫分佈啊？將自己擁有嘅嘢同人哋分享。我有錢嘅同人哋分享，甚至於我有時間、有體力嘅，我去做義工同人哋分享。甚至咩？我有內臟好健康啊！到到我死咗嗰陣時，我留翻嘅內臟捐俾人哋，都係分享。或者咩？我嘅知識同人哋分享。我懂得世間嘢，譬如話我識得做木工我識得做電工我識得修理電視機收音機電腦全部可以同人分享。財物嘅布施叫做財施，知識嘅布施叫做法施。知識布施又分兩種，一種叫世間法，就係話咩點樣去做揾錢嘅？點樣世間去？譬如話技能，呢啲叫技術技能，譬如職業學校、訓練學校
培訓學校訓練一種技能嘅，做電工啊，做木工啊，做裝修啊，做汽車開車啊，嗰啲全部技能。技能知識嘅培訓咧，呢個就係世間法布施。佛法咧就出世間，世間法咧就係益人哋一世，令到人揾份工，可以揾到食，安穩過一生。出世間佛法咧就令到你生生世世都得益，咁呢個出世間法嘅意義更大。咁咧呢個法布施裏邊咧就包含埋呢個無畏施，用言語嚟鼓勵人哋。激勵人哋、安慰人哋、勸勉人哋，令到人哋離開恐懼，令加強佢嘅上進心。呢種叫做無畏施，令人哋無所畏懼。呢個就係布施，就係同人分享，用現代話做 share。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你如果做菩薩，要幫人嘅就菩薩啦。咁咧，如果你第一樣都做唔到咧，你就跟住唔使做第一樣。係嘛？即係話你有嘢都唔肯同人分享，好自私嘅人，你做唔到菩薩。你最多做小乘人啫，做小乘人，小乘都未必做到。小乘人其實都好唔錯，都肯幫人。不過佢冇幫得咁多咁計啫。第二係持戒，呢個就係守戒，係嘛？守戒律包括咩啊？宗教嘅戒律，在家戒律、出家戒律，包括仲有咩？社會上嘅法。係嘛？甚至個一個倫理道德族群嘅倫理道德嘅觀念標準，呢啲就屬於持戒嘅範圍。咁咧，忍辱又叫安忍，忍辱就係人哋侮辱你，呢個人哋侮辱你嘅忍辱，或者好艱苦嘅環境，唔一定係侮辱你，但係好艱苦嘅去忍辱。你修行又好，你打工揾食又好，你照顧屋企人又好辛苦嘅，呢都係叫忍辱。咁安忍咧，玄奘法師有時喜歡亦叫安忍，安忍仲好。安忍就係安心忍耐，呢個唔係淨係忍耐，好嘢都要忍。好嘢咩忍啊？人哋讚美你、奉承你、巴結你，你仲難忍啊？係咪先？你咧嗰類飄飄然之後咧，都忘記咗咩啦？忘記咗修行，忘記咗嘢咩啦？所以有一個笑話叫做八風吹不動，安坐指今年，就係嗰個蘇東坡同個佛印和尚嘈交蘇東坡有書法寫咗幾個字，話佢自己好似咩即係八風吹不動，端坐指今年。咁佛印就睇咗幾個字一間，放屁，話佢唔講呢就放屁啦。咁蘇東坡嬲咗就追坐船過江，追佢同佛印理論。咁佛印就話：你咪話你端坐指今年，八風吹不動嘅，我一屁你就打你過嚟啦，打過江啊咁。蘇東坡就笑啦，話係啊。即係自己修養唔夠，一句説話咧佢就沉住氣嘅。所以八風吹不動就話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啊嘛，係嘛？即係話利益衰就係衰敗、詆毀讚譽稱頌你、譏諷你苦同埋樂苦同樂，你都要忍得到啊！你先叫做真正忍辱安忍，係嘛？呢個係好高嘅修養咁咧，精進咧就係話喺修道、喺正理、正法、正途度好勇猛精進，正當嘅事、合理合法嘅事、合理合法嘅修行、合乎正見嘅修行，去努力向前，咁叫精進。呢個字咧比個勤力嘅勤字仲好或者叫正勤一定要加個正，因為勤力譬如話佢啲外道，佢日日吊住自己喺個樹林裏邊，咁樣叫做修行。咁嗰個唔係真正嘅精進，嗰個係蠢人嘅行為，你明唔明啊？佢日日吊喺度咁點啫？佢唔會成道㗎，佢成唔到佛嘅道，吊自己喺度，係咪先？或者揾啲火嚟焫自己嘅身或者拜火嗰啲咁嘅嘢，即係總之嗰啲方法唔係真正嘅修行方法。所以唔可以用精進，精就咩？精益求精，好嘢先叫精，精華所在。嗰個小偷半夜3更出嚟，成晚唔瞓覺嘅喎，成日睇下邊個人俾個窗開咗，可以爬水渠去偷嘢，佢好勤力㗎，勤力做賊，你明唔明啊？所以就係勤力唔得，係嘛？要精，即係話要勤力於好嘅嘢，咁先叫精進，係嘛？好多人錯咗勤力，有啲人佢成晚玩電子遊戲機。佢好勤力揾電子遊戲機，書都唔讀，覺都唔瞓，
咁又係好勤啊，但係唔係精進啊！精進一定係最好嘅嘢，善良嘅嘢，正確嘅嘢，努力進取先叫精進。呢個禪定啦，嗱呢個禪字咧就係梵文 Sena 個字 ，Sena 有一個 A 一個 N 兩個 N，Sena 個中文咧就係咩啊？修止咁解。咩叫修止啊？止即係專注一境，止息妄念，專注一境就叫做止，停止啲妄念啊！停止妄念，專心喺個境界啊！所以佛教真正修行唔係叫你乜都唔諗，係叫你集中諗咩嘢啊！當你打坐嗰陣時，你話嗱，而家大家唔好諗嘢啦，跟住你就好多嘢諗。100個念頭，1000個念頭，諗越諗越多，係咪？越唔諗越多，所以叫你淨係諗。譬如你諗個佛號，或者諗個佛像，諗觀世菩薩，諗釋迦牟尼，係嘛？諗彌勒佛，諗阿彌陀佛都好。你專諗一個佛像，或者專諗一個佛號，或者專諗一句咒語，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大明咒乜都得。總而言之，或者有啲修密宗嘅人開始修嗰陣專諗個月亮，叫月輪觀都得。月輪裏面，如果你係密宗弟子，你可以諗嗰啲梵字、六字大明咒。如果你唔係密宗弟子，你就淨係觀個月亮先。咁好多方法，或者淨係諗住呼吸，數住個呼吸都得。但係專注一境，止息妄念，呢個就叫禪定。所以禪同定啊係同一個意思，禪係音嚟嘅。佢個梵文叫咩啊？禪那啊，禪那，禪那，禪那呢個字叫中文就定一個字啫，定即係止咁解啊。所以禪即係定，定即係禪。呢個叫咩啊？音義複詞啊，文化上音譯同埋意譯重複埋一齊，一個名詞叫做音義複詞啊。音義複詞咁咧叫做禪定。咁呢個禪定係集中精神，唔諗。到你禪定嘅境界修成咗啦，有專注嘅能力嘅時候咧，你就開始修觀啦。觀就係咩啦？般若。觀就係觀察。觀察呢個就係話，當你有定力嘅咯，有相當嘅定力啦，個心唔會左搖右擺，唔會波動，你先能夠深入觀察空嘅道理。呢個就係觀察空嘅道理，明白空嘅道理，呢個就係般若智，係嘛？好意思，我嘅廣告電話。明白點解空嘅道理，呢個係真正嘅般若智。咁你話我禪定嗰陣時啲觀係咪觀啊？禪定啲觀咪唔係真正嘅觀，嗰啲觀叫咩啊？嗰啲叫隨順觀，係幫助你集中精神嘅觀察方法啫。嗰個未到專注，因為你未得三摩地，你未有定之前嗰個唔係真正嘅觀，係只係叫做隨順觀，即係預備班。預科嚟嘅啫，你真正得到輕安啊！你個身心得到輕安啦，你個三摩地成就啦，入到定啦，你嗰陣時去觀察空嘅道理、原生嘅道理、唯識嘅道理，嗰個先係真正觀。呢個就般若波羅。所以前邊嗰5種，你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都係為咗得到般若目的，都係為咗智慧。智慧先能夠覺悟宇宙人生嘅真理，先能夠成佛。佛係由智慧而嚟嘅，唔係光靠打坐可以成佛。打坐係培養智慧，打坐本身唔係智慧因為外道都打坐，啲道教徒會打坐，婆羅門教徒會打坐，分分坐得耐過你添，係咪先？佢哋坐好多日都得㗎。咁啲天主教徒都喎，佢哋祈禱嘅喎，一樣。佢又有感應嘅喎，佢感應就係自己心理嘅功能嚟嘅，將來會講。咁所以咧，淨係教打我又唔會咁㗎。我經題咧，我講一堂啫，係嘛？咁下一堂咧就開始講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